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漢阿 wing，今日想同大家開箱呢隻嚟自 Ocean X 嘅 Sharkmaster V2 系列，仲要一次過有齊3款顏色，就咁睇落去咧，已經感覺到佢嘅質感係非常之唔錯。首先佢係用咗40mm 嘅錶殼，對於我哋亞洲人嘅手腕嚟講，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大嘅尺寸。首先介紹呢隻就係黑色嘅陶瓷外圈，襯翻呢個好受歡迎嘅漸變藍面。係由錶盤下半部分嘅黑色，慢慢暈染成上半部分嘅湛藍色，陽光下面睇呢就特別有層次感。跟住就係呢隻一樣咁受歡迎嘅綠圈綠面，今次呢隻綠色係用咗好似翡翠咁靚嘅翡翠綠，仲要加埋太陽放射紋效果，喺太陽底下轉動手腕就會見到深淺不一嘅翡翠綠色。再睇埋啲細節位，佢個錶殼係做咗拉絲同埋拋光2種工藝，令到成隻錶嘅層次感呢豐富咗好多。拉絲嘅紋理可以有效咁遮擋日常佩戴造成嘅細微花痕。鏡面係用咗藍寶石水晶玻璃，好處就係硬度極高，日常用呢基本上係好難整花。而3時位嘅日曆窗上面呢都有個放大鏡，呢個設計呢令到錶迷睇日曆係清楚好多。跟住介紹呢隻，感覺係好 vintage， 好有味道。佢嘅錶面係做咗黑色，而佢嘅黑道時錶就刻意做到復古嘅黃色，就好似啲舊錶嘅夜光變黃咗咁，好有懷舊 feel。而佢呢塊玻璃錶面都係做咗少少嘅拱形，襯翻晒成隻錶復古嘅 design。而3點鐘位置呢都有個日曆窗。講到潛水錶嘅靈魂，就一定係佢嘅計時外圈。呢個系列係用咗陶瓷錶圈。比起傳統鋁圈，陶瓷圈最大嘅優點呢就係唔怕花，又唔會甩色。就算隻錶戴咗好多年，個陶瓷錶圈睇落去呢都會一樣咁 sharp。而且佢個圈仲係單向旋轉，咁嘅設計係為咗潛水員嘅安全，防止佢哋唔小心咁誤觸而縮短咗潛水嘅時間。手錶防水有500米，做咗個旋入式螺絲鎖把的，再採用埋呢個上面有 Ocean X 標誌嘅摺疊錶扣。而機芯就係採用緊日本嘅精工 NH35 自動機械機芯，有41小時嘅儲存動力，可以停秒同埋手上鏈。再睇埋佢嘅夜光，佢嘅長短針、時錶同埋外圈嘅刻度呢都做咗夜光，夜晚都可以好清楚咁睇到時間。Ocean X 呢款 Sharkmaster V2 系列官網定價3170蚊，咁而家我哋都會有翻個超筍嘅折扣優惠俾錶迷。折咗只需要2480蚊就買到，仲有原廠保用2年。有興趣嘅錶迷呢，可以上嚟門市試下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觀眾，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可以第一時間獲得我哋最新嘅手錶資訊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